刚我们摄影师有捕捉到一个精彩的画面，从天落下2只鞋子。还记得我早上的态度吗？说没关系啦，我先站着，有没有？还盯得住，平常录影都这样。就你看，现在大概4点多嘛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开始换平底鞋了，开始说跟导演说，我能少走5步就少走5步。我们今天场地呢，就是很多陷阱，很多斜坡，很多转圈圈，很多跑步。他刚刚已经在上那个外送平台看有没有网球。对，要脚底按摩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今天穿的是很外送平台。怎么可能？也可以欢迎那个代言红色的那一间外送平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美玲。今天呢，美玲的首张专辑首录，我们站台的《我爱放我爽》已经杀青了，谢谢学长。先恭喜美玲，终于等到发片了。是我刚才跟学长十指交扣对，我们还有很多很亲密的一些互动。就是环抱啊，然后有些人要头碰头啊。对啊，哇！希望妈妈看到不要那个。平常都没有这样子碰过帅哥，那在录 MV 的时候，这样子内心会这样不通的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导演他们有出动那个空拍机，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非常期待你这次的作品。真的。那在这边先预祝你这张作品能够大卖大红，好让很多人可以听到美丽非常棒的声音。当然也要支持我们一起合作的歌曲《我爱放我爽》。我真是为了跟师妹要合唱这首歌，牺牲了好多。哇，很性感，牺牲了很多，先牺牲了喉咙，牺牲了必损，都牺牲了现在的今晚的尾损呢。比较损。好，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些比较，你知道。没有，因为学妹第1张可能会缺一点爆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靠学长来撑，这样。胸口的扣子都爆开了。没有，等下唱到一半会这样。我们这首歌很劲爆，对，真的。我们第1张专辑的爆点就靠学长。